由日本方式擔任名譽總裁的花島博覽會，集合佇個東京一間飯店盛大來舉行，現場超過24國的大使，以及日本各大流派花道老師共同來出席。台南市這屆是第2屆受邀，同時也是台灣唯一受邀請的城市。今天很高興，今天來到日本皇室所擔任名譽會長的花道博覽會。那這個部分是來自全日本許多流派的一些花道老師，還有各國的使館領館他們來參加。今年是由匈牙利使館來主辦。那麼台灣唯一受邀的城市就是台南市。你看台南市這麼多花，包括漂亮的蘭花、火鶴花，還有這個主題的最巨大的白色的蘭花，都讓很多現場很多這個花道老師，還有貴賓，還有外交界的人士驚艷。那也是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城市外交跟國民外交。今年台南主題館以花甲水果之都為主題，展現蘭花、火鶴花以及多項農產加工品，並且向着在場的貴賓介紹台南豐富而且閣多樣的農產特色。另外，這屆由着高元宮九子妃殿下所主持的午宴，倒花嘛特別採用台南的蘭花甲的火鶴花，唔僅展現台南高品質的花卉魅力，嘛提升台南花卉的國際能見度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